当过汤酸，过乃文。囡仔兄，我要买一包5斤的槟榔，要细粒的哦。姐啊，阮遮呾有卖冰糖，无槟榔啦。对啦，对啦，你拢知影姐啊讲话漏风，搁爱教我滚耍笑。阮阿公是做冬瓜糖霜的，顾店头是我的日常。平常时啊，大人若伫后壁无用咧做工课，阮着爱伫头前倒影一下。先开始，我真避暑，人客若来，总是一句话嘛讲袂出来。不离过一届、两届了后，我发现做生意甲人直接无遐困难。上基本的，就是大人客买滴的物件穿好势，刷落来就爱有喙水，甲人半烂讲好话。久来，我算数的速度愈来愈紧，含人应对的态度嘛愈来愈大方。讲到阮阿公，厝边隔壁毋是叫伊冰糖的，就是冬瓜的。逐工天遮拍蒲仔光，伊含阿嬷就会开始准备敲冰糖。这项工课我上喜欢。冰糖是用糖落去的，一粒一粒的冰糖，就亲像我真爱食的普洱、遐古水，刷落来就爱用人工把冰糖敲好细粒细粒。这也是阿公的坚持。阿公讲用机器，虽往真利便，速度嘛较紧，毋过冰糖面就会雾雾无水，阁袂筋骨。用手敲冰糖，虽然较忝，毋过冰糖甲光面嘛较有温度。阿公讲的实在是有道理，毋过阮囡仔人哪会认真听？逐摆我拢把敲冰糖当做咧比赛，看我甲阿公啥人敲较紧、敲较济，搁顺续趁阿公阿嬷无注意的时，偷偷啊把冰糖插入去喙孔，享受这甜蜜蜜的好滋味。但是，莫看我顾耍顾食，其实我嘛有学到真侪冰糖的知识。阿公定讲，冰糖爱晒互焦，底伫地仔才袂湿湿，烘炉更加厉害，嘛比袂过日头遐烧热。就是安尼，阿公才会逐工把冰糖搬去外口晒，虽往真忝头，搁加一摆工。不过，只要会使把品质顾好，阿公总是欢喜做，甘愿受。逐摆我拢笑阿公戆大呆，
趁钱趁甲遮辛苦。阿公拢讲，我是囡仔人，讲囡仔话。以后大汉你就知，日子一天一天过，冰糖市场愈来愈竞争。虽望生意歹做，不过阿舅升起来做，也是用阿公的精神。再看冬瓜汤酸的生意，阿公的冬瓜汤酸有甜蜜蜜的好滋味，已经甲互我学到真侪人生的智慧。最后，感谢收听，再会。